大家好啊，我係沈哲瀚律師啊。自從今年1月份咧，特朗普成為咗總統之後啊，咁佢就係喺呢個行政上高咧，就係命令佢旗下嘅聯邦移民局呢個 ICE 咧，就係必須要每日咧都要拘捕最少起碼3000個無證移民，咁然後咧就用一個特快嘅方法咧，就係將佢哋咧遞解出境嘅。嗱呢啲移民嘅警察咧，OK 就 ICE 警察咧，咁佢哋咧聽講最近咧，除咗針對呢一啲嘅拉丁美裔嘅人以外咧，亦都有針對亞裔嘅人，OK 咁就好似咧，我有個朋友啱啱喺社交媒體上高咧，就分享咗一個報道啦，就話琴晚當一啲嘅華人咧喺度食緊飯啊，喺洛杉磯食緊飯，即係喺個餐廳食緊飯嘅時候咧，咁突然之間咧就有呢啲嘅移民局警察咧，就係走咗入去個餐廳裏邊咧，就係搜查同埋拘捕係懷疑佢哋係無證移民咁樣。咁喺呢個節目裏邊咧，沈律師我咧就會同大家分享5招係好重要嘅對策。咁你大家咧都要必須要好清楚咧了解到咧你哋嘅權利嘅。嗱，咁第一招就係咧 Don't run，OK， 唔好逃跑 ，alright。如果你喺公眾嘅場合，喺一啲嘅街道上高，又或者購物商場，又或者街市，又或者喺餐廳裏邊遇上到有呢啲 ICE 嘅移民局警察咧，你千祈唔好逃跑。OK， 亦都唔好抵抗，唔好同佢哋去對抗。OK， 要保持絕對嘅冷靜。咁就因為咧，若果你係逃跑，又或者你係同佢哋打交嘅話咧，呢啲嘅移民局警察咧，好多咧都係有攜帶槍械嘅。OK， 咁若果你逃跑又或者咩性嘅話咧，佢哋咧就係有權咧去將你馬上咧拘捕啦，咁同埋亦都會用暴力咧去對待你，咁你冇必要咧係令到佢哋更加之亢奮嘅。咁而第二招咧 ，OK 好重要嘅咧，就係你要有一啲嘅正當嘅身份證明文件喺身上。咁就我哋大家都係亞裔啦、華裔面孔啦，係咪？咁移民局嘅警察咧，就未必一定會知道我哋係咪美國公民嚟嘅噃。咁即使你係美國公民已經30幾40年啦，係咪？咁但係佢就咁睇你個樣咧，佢唔知道你係咪合法嘅美國公民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建議你咧，就係喺你個手機嗰度咧，影你嘅美國護照。若果你有美國護照的話，影張相擠喺你手機嗰度。咁我就唔建議你帶個正本出街，因為就費事跌咗喺街嗰度又或者俾人哋偷咗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咧，你就應該咧就保持住你個 passport 嘅副本喺你嘅手機。萬一咧有移民局嘅警察嚟搜查你嘅時候咧，你就可以 show 到你嘅美國護照出嚟。若果你唔係美國公民嘅話咧，咁你就要有你嘅綠卡啦。又或者你嘅 visa 啦，係咪？如果你係留學生，你有 visa 啦，係咪？又或者你嘅工作證 ，OK？咁呢一啲嘅證明文件咧，亦都可以證明咧你係合法地咧喺美國呢個土地上高嘅。咁若果你話我咩都冇喎，係咪？我咩證件都冇喎 ，OK？如果你乜嘢證件都冇嘅話咧，請你記住，千祈唔好用一啲虛假嘅文件 ，OK？唔好上網隨便去 download 一啲即係 Hello Kitty 嗰啲咁樣嘅 ID，OK？ 唔好咁樣做，因為咧，如果你係運用虛假嘅文件，又或者虛假嘅身份證明文件咧，呢個咧係一種嘅刑事罪行嚟嘅，亦都唔好用外國嘅身份證明文件喎 ，OK？ 即係譬如你有中國嘅護照，又或者你有其他地方嘅身份證，你唔好用嗰啲。Okay， 因為若果你用外國嗰啲證明文件咧，咁移民局嘅警察咧就會對你咧又更加之懷疑啦。嗱，咁第三招咧 ，OK， 第三招咧，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唔好開道門 ，OK，Don't open the door。
嗱咁事關咧，我哋喺美國嘅憲法咧係有呢一個嘅保障我哋嘅私隱權嘅 ，OK 係呢個憲法第4修訂。咁即係話咧，你咧如果喺一個私人嘅地方裏邊咧，咁移民警察啊，同普通嘅警察咧都係一樣，佢哋都係執法人員嚟嘅 ，OK。咁因此咧喺美國嚟講咧，若果佢哋係要搜查你嘅私人地方嘅話咧，咁佢哋必須要咧出示咧一個法庭嘅搜查令，所謂嘅 search warrant，OK。嗱咁私人嘅地方咧就包括你屋企啦，係咪？包括你個車輛啦，又或者若果你係喺工作嘅範圍以內咧，譬如你係餐廳做嘢嘅 ，OK 嘅員工，你喺個休息室裏邊咧，咁呢個亦都係算係一個私人嘅範圍嚟嘅。咁若果佢譬如你喺屋企，佢哋夜晚黑敲門 ，OK 10點鐘敲門敲你度門，你話移民局警察開門 ，OK， 咁你咧就通過你個門啦，你唔好開喎，你通過你個門話 show me the warrant，OK， 即係話你顯示你嘅搜查令，咁你就嗌佢咧就喺個門口下低咧攝入嚟俾你睇 ，OK， 因為咧喺美國咧佢一定要有搜查令。咁若果佢攝俾你睇咧，嗱你清楚睇下咧，呢一個係咪法庭嘅搜查令喎？咁因為好多時候咧，移民局警察咧，佢哋會揸住一張嘅佢哋自己嘅部門裏邊發出嚟嘅命令 ，OK？ 咁呢個唔係一個法庭嘅搜查令嚟嘅。咁你要 make sure 下，你睇下究竟上高有冇法官嘅簽名喺度，亦都睇下咧個搜查令上高係咪寫你個名同埋寫你嘅地址，係咪寫得正確 ？OK？ 咁佢唔可以隨便攞人哋嘅搜查令嚟搜查你間屋噶嘛，係咪？咁第4招咧就係保持沉默 ，OK？ 保持沉默。咁事關咧美國憲法咧，我哋有第5修訂啦，就係話咧我哋係有權咧唔需要自我入罪嘅 ，OK？ 咁即係話咧，若果你係受到警察嘅盤問，你咧就唔需要答佢嘅問題。咁若果佢話佢問你，你係喺邊個國家嚟㗎？你可以保持沉默，我唔答 ，OK？ 佢問你用啲咩證件入嚟美國㗎？係咪？咁你若果你冇攜帶喺身咧，你唔需要答佢呢個問題，好冇？咁若果佢話你唔識英文啊，我俾個翻譯人員你啦，你亦都唔需要同呢個翻譯人員講嘢嘅 ，OK？ 因為咧你講嘅説話咧係將來咧係有機會咧用嚟作為呈堂證供咧係去攻擊翻你自己。咁最後咧第5招啦。嗱，咁呢個好緊要噶啦，你要必須要講呢一個4字嘅金句 ，OK？ 就係 talk to my lawyer，OK？ 4個字嘅啫，好簡單嘅啫 ，talk to my lawyer， 係咪？咁嘅意思咧，就即係你同我律師講，好冇？你唔好同我講，你同我律師講。咁事關咧喺美國憲法咧第6修訂啊，就保障咧每一個人咧都係有權咧係有律師代表佢嘅喺呢一個嘅。即係警察嘅盤問嘅期間，又或者警察嘅調查嘅期間，咁就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啦，係咪？你必須要記住呢4個字 ，talk to my lawyer， 係咪咁樣？咁你唔需要話去抵抗，又或者去逃跑，又或者去用一個暴力嘅應對嘅方法，但係咧你要保持沉默，同埋咧要講 talk to my lawyer。咁就喺灣區呢度咧，就有好多免費嘅律師咧，係專門代表一啲嘅移民 ，OK？ 又或者移民身份出現問題嘅人嘅，好冇？咁若果你真係唔知道喺邊度揾咧，你亦都可以去中國領事館嗰度咧，尋求呢一個嘅法律援助嘅。咁佢哋亦都會可以介紹一啲嘅移民律師俾你。咁移民律師咧就會可以更加之準確地咧。就話到俾你聽咧 ，OK？ 你有啲咩權利？咁所以咧，若果警察或者移民局警察去盤問你、去挑逗你嘅時候咧，你必須要記住講呢4個字 ，talk to my lawyer。其他啲嘢咧就唔需要點樣講 ，OK？ 若果你有身份證明文件咧，你可以拎出嚟俾佢哋睇。
但係咧你唔需要同佢哋講任何説話，或者解釋，又或者回答佢哋嘅問題嘅。OK，因為就唔想你講多錯多。有時候即使你嘅身份冇問題，咁但係若果你越講越多説話咧，你又緊張係咪？又或者講錯咗啲嘢咧，佢將來咧就有權咧就係話你咧去作出一啲不實嘅説話，又或者講咗一啲對你不利嘅説話咧，就會用嚟咧去指控翻你嘅。大家如果你係聽到我呢個節目覺得係好有興趣去跟蹤沈律師嘅話咧，咁可以歡迎你咧喺網上呢一個 Facebook 同埋YouTube 嘅社交媒體去跟蹤我嘅頻道啦，就可以收聽我更加多嘅法律嘅節目。咁若果你係有興趣揾我辦案嘅話咧，亦都可以打我嘅免費熱線嘅噃，就係1800-672-1111。重複一次啦，就係1800-672-4條1。多謝各位。